据报道，中国男子以为文件假装穆斯林并与巴基斯坦妇女结婚。另一起关于中国人的丑闻曝光了。据说中国男人嫁给巴基斯坦妇女的目的是盗窃他们的身体器官。根据 TRT 的记者米尔卡米利提供的消息，中国男子窃取巴基斯坦妇女的器官，并在中国出售。中国最高检官方微信发布消息，维吾尔自治区原主席诺尔白克力涉嫌束缚一案，由中国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2018年9月20日，诺尔白克力结束有关工作会议，从俄罗斯莫斯科乘机返回北京。当航班抵达北京首都机场后，诺尔白克力旋即被有关部门带走。中国官方此前披露，诺尔白克力长期要求他人无偿为其家人提供高级轿车、专用司机等服务，顶风违纪，多次违规接受高档宴请，收受巨额礼品礼金，生活奢侈，贪图享乐，道德败坏，搞权色交易，大搞家族式腐败。东突厥斯坦新闻中心主任喀拉喀什就此事发表声明，他说，诺尔白克力一直是中国的忠实傀儡，他一直站在中国暴政的一边，他既不可能腐败，也不可能反对中国政府的命令。如果可以的话，2009年7月5日，当数百名维吾尔人被中国军警屠杀时，为什么不为自己的同胞说话呢？当数百名维吾尔人被关押在集中营时，为什么不为他们伸张正义呢？他受到了惩罚，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他是维吾尔人。即使是忠诚的干部，中国也是这样对待他的，这显示了中国政府是多么残酷。奥米尔贝卡利是中国集中营的前被拘押者，他参加了由大赦国际在瑞典举办的一次会议。奥米尔参加了4月4日在瑞典举行的听证会，并发言作证。他结合自己的经历，暴露了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暴行和所谓再教育的真面目。另一方面，土耳其人权和自由人道主义支援组织在绰鲁姆省举行了以东突厥斯坦眼中的东突厥斯坦为题的活动。越来越多的维吾尔妇女被迫与汉族人结婚。中国当局首先在东突厥斯坦在所谓一家亲政策的名义下，每户维吾尔家庭被入住一名汉族干部。现在越来越多的维吾尔妇女被迫与汉族人结婚并改名。最新的一段视频中，一位维吾尔新娘的名字是李菲娜，但她的姓是曹。这一趋势引起了维吾尔舆论的关注。美国国会众议院4日通过决议，要求美国军事力量停止参与也门战事。该草案要求美国停止支持沙特阿拉伯在也门的军事行动。众议院当天以247票赞成、175票反对通过这项决议。美国媒体认为，该决议很可能遭到总统特朗普否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部队重新占领加沙地区以后，提议由阿拉伯领导人承担起管理加沙地区的责任。内塔尼亚胡指出，他与部分阿拉伯领导人讨论了占领加沙地区的可能性，但是没有人愿意主动承担该地区的管理任务。